好啦，乡亲啊，针对这个12月18公投，中选会将要来举办着电视的说明会，伫咱华视来播出。其中一案三接千里，也就是中油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，千里开土横大潭草搭的海岸甲海域，要问民众是毋是同意？正方的代表是台湾万野新竹协会理事长陈宪正，伊主张政府能源转型的政策，无应该来牺牲掉草搭的生态。若反方的代表是经济部长王美花，伊讲经济部已经做上大努力来修正，不管是要延迟，或者是要换地点，拢会影响到北部未来的供电。很多都是藻礁的尸体。爱生态，也是要爱电，环保甲能源的对抗，针对四大公投案的三接千里议题。环保团体认为，土横的做搭，也就是海草搭，经过上少7000年才形成，是全世界上个特殊的生态区。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设立将会破坏生态。头一场电视发表会，正方就派出台湾万野新竹协会理事长陈宪正争取认同。就是关注的重点，其实还是在于整个生态系的一个维护，还有整个生态系它带来的那个，包括那边的一个历史文化、海客文化等等。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专家，他聘了这么多专家，这么多的学者，他的回复居然是没有替代方案。其实这个是很难想象的，因为要花这么多钱。正方甲环保团体表示，讲经济部提出的第三天然接收站的方案，依然伫这个海草搭做搭的范围内，而且三接设备设伫台北港是更较好的选择。除了经济效益较悬，会使变成北部天然气的供应中心。因过反方认为讲，无能源，台湾敢有海草搭有做搭有甚物路用？头一场发表会就派出经济部长王美花拍头阵。目前的三接方案已经避开潮间带藻礁。外推离岸1.2公里，对藻礁保护最大化。为了及时补上北部电力缺口，达到稳定供电、减碳、减空污以及藻礁保护的山营，为了台湾的最大利益，恳请大家对三接千里大潭公投案投下不同意票。行政院嘛表示讲，若是依照环保团体愿望改建伫台北港，那呢这个时程正是1011档，北部可能出现无电通用三接千里的公投，牵动着天然气的论战，以及政府未来送电计划，双方估计会有激烈的辩证。乡亲手中这票伫12月18这一天，将会决定能源甲环保倒一项才是台湾人上关心的重点。